思考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下一代遇到这个，我们有没有一个 SOP 法则？告诉他们怎么面对，面对知道吗？第三点分享一下啊，老师长的孩子都会被业力缠上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如果是果实团的话，应该会先给他一些心理上的支持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当然就是既然是业力的话，就必须要有。那这时候就要去引导他们说，我们在我们佛堂，因为其实果实团小朋友他们可能不一定都是道场的，他们可能会去信一些外面的那个对啊，但是其实他们在佛堂对佛堂有一定的认识，那这时候可能要除了关心他们，然后还是要引导他们，就是多去帮助其他人，因为可能会像林静老师说的，就是如果就是你发了愿，结果到最后没有解决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要他们是不是会怨天尤人？所以其实这一块的话，会变成就是在处理业力这部分要很注意的地方，因为之前后学有听过，就是有一个讲师他在讲课，然后他是在讲别的单位的，他说有一个讲师他得了肺癌，然后呢，那个讲师就觉得他就是一直发愿啊，然后很多人也都帮助他，但他的肺癌不但没有变好，然后反而越来越严重。那这时候就是他也觉得很奇怪，他觉得我该做的都做了，渡人啊，然后成全，然后甚至是请口设坛，他全部都做了，但还是一样这样。然后后来的话，那时候是说有一个因缘，反正后来济公老师有出来，他就说是你诚心的问题，你做了这么多，但其实你只是想要应付，就觉得说我这而已啊，你应该都觉得很知足了，可是他没有去注意到说，其实是自己的那个诚心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可能如果果实团学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，会变成说不是只有他的功课，而是说我们在果实团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陪他去面对的。所以可能这一部分，因为我们就是没有经历过，所以或许只能就是就自己所知道的，跟各位浅浅分享。以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或许真的觉得应该把这个概念整理。我相信，不管是我们自己，做他的亲人，我们想成全，有一天面对业力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做，才合乎我们道场任何人道的层面？当然可能讲不只是这三点，但是当然第三点我把它归纳出三点：第一个要有功德，第二个要诚心诚意，第三个大家共同来面对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每一个细节的部分应该要怎么做？它牵扯到智慧的拿捏问题。一个修办到家庭、修办家庭的孩子的认知，跟一般社会家庭，跟那些家里有神坛那样的孩子的思考角度不一样。那我们要借这个机会，让他去了解人世的无常。面对无常，他该怎么办？业力可不可以跟他沟通，可以跟他谈？这点要先建立，他是可以谈的。只要你够诚心，愿意有足够功德，大部分都可谈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个案例那个都本来都不愿意谈，现在不是谈，可以接受啊。好，那我们愿意共同帮众生，帮你所要度的人面对他的业力吗？可是呢，还是愿意吗？到底我们做什么才算有功德？我们都来吃素，我们都来扫地，我们都来度人，
那什么叫度人？如果自心的众生都可以度，请问你有没有度人？或者你度人只是一个形式，让他来求道，而他的心依然是众生心、凡夫心，这样算度了人？恐怕值得思考。所谓的度人，为什么有功能？来自于这个心被提升了，被转变了，对不对？转化提升的更好。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心境提升转变，或者你跟着业力谈，你的业力跟我共修，我们一起来。我过去的心也不懂，但如今都懂这个道理。我愿意跟你结善，一起来共修。跟我有缘的人，我就让度他有功德跟我分享。像功德可论吗？功德似乎不可论，对不对？因为诚心才最关键。一个非常虔诚去度一个人，也许他不大会能言善道，对不对？他度的人也不多，非常的真诚。跟一个嘴巴很厉害度了很多人，那些都是表面的。哪一种度人的功德比较大？其实难以去比较。它不是数字来决定一切，所以心，你发现你看诚心度你自心的众生。愿意用心去面对，都是心的问题。如果你的心够善良，可以够感应天地、仙佛为神，其实之间无形的力量都能在沟通、跟协调、波转，对不对？自己这个人不愿意把它做好，不愿意自己真诚去面对，才是问题最大的关键。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好几万年的业力。是我们还没有出来讨论而已。为什么我们没有被讨？因为先王之约。当我们立了什么愿的时候，济公老师就帮我们担了3年。你又立了什么愿的时候，济公老师说你先，然后老师说你年龄可以新春愿返过班，又可以再担一些，对不对？其实，但有一天你真的行动力了，够了，3000功800果具足，心性的提升也够了。这些业力因果，自然都可以了清、消烟解内都可行。它不需要显化，你就可以消烟解内。那是因为你学得到之后，你懂自己去做这些事情，不需要等到业力来讨好你去做。有的人就遇到业力来要困才会去支持，有人是嘛要勉强才会是行之。所以你为什么愿意去自愿意行？不要等到业力来讨，在你理智还在的时候，就早一点修，早一点去做，不是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等到业力来，你的还不是个人的业力，那是个大灾难，一场战争。这311地震日本在海啸，还是整个村落、整个城市都毁，这种业力才可怕。无形的力量更大，不是一个业力、2个业力来讨你这个人而已，那是一团乌烟瘴气的怨力群，对不对？袭夺你整个城市，甚至是整个国家。站在仙佛角度来看，不紧张财外，不伤风财外，芸芸众生。如果这些芸芸众生在他们的眼里，就好像父母亲在看小孩，他一定是非常紧张。如果是我们的小孩子正在被业力在讨论，灾难要来了，我们紧张不紧张？紧张。那是因为我们还不能把众生视为我们的子女，这样的去爱，因为我们的爱还不够大，我们的爱小小，有的人自己的子女都不见得真正的过来。所以在人世间培养的什么要长人手，或者说要扩充事端，从有恻隐之心到慢慢具有大爱，这条路长不长？说长很长你修了几十辈子，这个慈悲心还这么的一点点。有的人的慈悲心真的很大，他们照顾很多很多的鱼，这样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。当你非常慈悲的时候，你可以照顾的
不只是有情的众生，连无形的众生都会感觉到你那个善良跟那份慈悲。他就算拿了黑令旗，他都舍不得来讨你的帮，只是站在你旁边，沾你的功德，在你的旁边是与有同命，就是这样。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，自然地界、天地之间自然有它的处置的机制，应该这么说啊。香烟解业，天自然会在无形中安排。只要我们很清楚的相信修办，真心的、诚心的修办，这一切都可以化于无形，化解掉。那如果我们这么的愚痴、这么的愚昧，不懂得去修办，还做了很多的错误的事情、罪孽，那这一些只会越来越严重，对不对？仙佛是不是千叮咛万嘱咐都在谈这些东西？人类的在一起是人类自己制造的，不是仙佛这样的。仙佛一生努力跟那些业力沟通吧，这个干，这世界末日。但是这一场世界末日的戏，离人类越来越近。三期末节的气满景象，仙佛不是没有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紧张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凡夫，不容易紧张。为什么我们小孩子给你讲几百遍的哈，讲了几百遍、几千遍，你依然拿它念不好？这就是众生的愚痴。这个愚痴无明太大、太重了，要清的很久，努力才能对得起。所以这场战争，叙利亚的战争，你看，那小女孩躲在这个炮弹之下，充满了无奈。还有一张更经典，人家抱出的孩子啊，那整个脸是没有表情，连哭都没有，冷漠到这世界的灾难战争，他都没有，已经没有情绪去反应。那颗心多么的让人担心。那样的孩子有一天长大，他会怎么看这世界？这样的世界是谁产生出来的？每个人都是人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或者讲说心非常关键。修办道就是其实把这个心，从我们个人的心到众生的心，都把它完整。这个无常，你看像时间的关系，我。